有一寡性侵受害者发声，煞定定去互加害者以妨害名誉、诽谤等等的罪名提告。妇产会就招妇女团体成立公益律师团，提供法律协助。为着要互法律的援助甲社福心理资源结合，这律师团都改由立行基金会接手，希望继续陪伴需要帮助的人。2023年，Me Too 运动炭烧全台湾各界，嘛促进性平三法修法含施行。不过，侪性骚扰、性侵害受害者出来发声了后，真相也未互法官听到，都互加害者以妨害名誉、诽谤等等的罪名提告。当年妇专会就真侪妇女团体共同成立公益律师后援团，这2年来拢总协助15位受害者。不过有愈侪人因为种种的负担，无愿意拍官司。有律师指出，司法这条路也有真侪改善空间。司法上的不支持，其实我认为它也是 Me Too 运动会出现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检察官把那种性侵案件归类为约会性侵的案件的话，它能够被起诉的几率，如同以前一样是一样的低哈。相信受害者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行动，是我们选择怎么对待每一个说出来的受害者，是我们愿不愿意让司法成为正义的起点，而不是让勇气被惩罚的终点。律师指出，Me Too 案件应发生伫咧私密的空间，欠缺物证甲证人，面对痛苦的遭遇，敢若会当用讲的，致使受害者定互人怀疑公司的讲白贼。律师呼吁检察官和法官爱晓同理当事人的处境，说出经历没有错，法律辅助做后盾。为着要互法律的援助进一步甲社福心理资源结合，律师后援团今年改由立行基金会接手启动2.0计划。律师后援团2.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象，那我们会看这个个案，它是需要的是一个咨询或者是撰写诉状。或者是需要正式的委任律师，那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辅助的一个范围内。立行基金会表示，虽然性平三法伫咧申诉机制已经有修法，不过因这几年伫咧协助被害者的过程，嘛发现各县市有资源无平均、无落实执行的问题。伫咧受害者互提告的状况，政府嘛也无较正的机制来保护受害者。基金会希望透过2.0计划，继续陪伴有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